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嘅欢迎收看8月29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伫中兴社区的精华地段，却因为2间旧管村的房舍，文书团体建议做文书馆，但相关单位并无积极作为，长期趴远形成垃圾的死角，互地方相当困扰。对此，立委陈天辉实地会勘，要求文化局伫2礼拜内验伤到底是拆除也是保留，一定要互地方交代。位于北区中兴里园住地新村这片青幽的公园内面，却用高高的铁皮围墙围起另外一片天。管理单位正是三分啊文化促进会，其中理事长特别开设先予记者采访。内部除了有蒋宋美龄题字的门条，架起超过50档的厝体，内面嘛有三分啊日军霸场的遗稿、等文物加老相片，只是草铺味加网虫，就互人无想要停留。显示已经罕得整理，连附近的居民拢唔知影生做啥物款，家己环境维护立场，要求赶紧拆掉。这困扰嘛，这也无盖好，这拆的，人家人出去较方便啦，啊运动也较方便啦。用这捉一来捉一，人来这运动，明来这那卖来冻掉，卖来啊。啊，这行登高这有诶无？人会惊。你无啦，无啥物保准啦。哟，你若讲遐一带遐讲马场遐怎样啦？啊，这都爆出啊，这也无啥物整理，也无啊内底太热闹了啊。对此，单独一个人积极维护关村文物的文书工作者，却坚持这历史记忆一定要保存。这几年来都有经历过一些处理，环境我们每天都有志工在进出，我们都有在检查，然后那个军方他们也会定期来打草，消毒，他们才最近上个礼拜刚消毒过。哦，我们环境你看，如果说这边没有管理，放了10几年，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定是荒烟蔓草什么。那军方也，我们10几年都是，包括刚拆除的时候，这边的甲种围篱，整个都是我们去跟军备局协调。南工处协调，他们怎么围起来保护我们的古迹？当然，这到底有符合法定的文化资产，要拆也是保留。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陈英珍接受地方的真情，嘛出面协调，要求文化局一定要厘清，唔通一直下咧，不一定整顿以后嘛是地方一个美好的指标。我们发文的，你们叫国防部说建议说你这个要保留嘛？好，那你这样要保留，那你要不要来处理啊？你现在又说他没有文资身份，啊，那你不是就奇怪吗？啊，对地方来讲，就是破破烂烂的厝伫家，完全没有办法对地方的整个所谓环境的一些带动，有造成它比较正面的意义嘛？那如果我们确实说他确实有文资身份，而且或是说我们认为即使没有文资身份，我们也要去保留它。好，那我们就要编经费啊。我们市政府就要编经费啊，我们要来帮他看怎么样处理啊。你北生说蛋底家，既然有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结合公园的规划嘛。对。那公园的规划那就公务局啦。还有围篱要怎么样拆掉？围篱的部分目前还是国防部围的围篱。对。所以这个相关的关系，我们文化局来处理，我们来召集一个相关的会，把这个相关的关系通通理清楚。好，那如果是属于这个里面要有文史的部分，要有文化馆的部分，文化馆未来要怎么样跟产权的管理机关取得一个协商这个关系，然后公务局如何来帮忙把围篱拆掉之后，公园来进行绿化美化，把这个公园把它释出来，这个我们来召集好。会后文化局表示，2礼拜内一定会邀集相关的单位召开会议来解决争议。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议员李宗翰上午召集济民代以空气污染的议题召开记者会，即个未来要新设立的微型空气品质监测器到底要放伫倒？或者是现在空气癌的数据如何整合？拢要求市府相关单位一定要甲民间充分合作，才当追踪污染的源头。空气品质的污染有分境内、境外、加移动的污染来源。
虽然市府一直有投入资源，想办法来监测甲解决。目前总共设有5个空气品质监测站，甲100个微型监测器，甚至还佫有甲民间合作的空气鸭仔，掌握空气的品质。不过3套系统有3种无同的数据。对此，议员李宗翰、蔡小薇、吕维印、沈振东甲营的达理，就要求市府单位应该要整合，并且建立追踪系统，才会用有效来掌握污染来源。未来冬天的时候，真的空气品质也变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会由北而南，慢慢的一路往下变红。那如果他们自己这边可能发生火灾，或者是他们内部其实真的有所谓的空气污染的产生的时候，我们认为也可以藉由这样子的图呈现出来，是由内而外发散出来的。那对于每个民众来讲，他也更可以理解说，到底为什么冬天的时候空气品质真的会比较糟，或者是他今天为什么空气品质状况会比较差，他闻到的臭味到底是从哪里来？这边我们也希望环保局能够建制出这样子的系统，用这样子的方向来参考，让每个民众可以知道说，他所呼吸的空气到底是从何而来，或受到污染的地方到底从何而来。借由这个3种不同系统一个整合建制其实是有办法能够有效的确定，知道相关的污染源是往哪边来走除了这个研讨会跟环保局应该高度的重视以外，那也应该多多的来建制相关的一个空气品质监测的一个布点，有办法有效的找出污染源，然后来解决、降轻甚至这个减少相关的污染。对此，环保局回应，其实微型的空气品质监测器，目前大部分拢布置伫工业区、甲交通要道附近。所测的数据比较较正确，而空气鸭仔则是设伫学校，2种的方式无同，未来会来加强整合。微感器其实它是经由环保署的一些标准的检测，所以它是有一些平行比对的，所以它感测的数据它会比较有它的实际上就是可以去追踪污染源，更能够溯源。但是民间的这部分其实它不错，其实环保局其实也会按照民间所布设的那个空气盒子，当我们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空气盒子对附近的敏感受体，所以很多的空气盒子其实现在目前部件是部件在学校，所以它其实空气盒子跟环保局部件的微感器，它就是有2种区别，一个是工业区针对检举案件，但是工业区也是最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那它对附近敏感受体的影响，所以这部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的部分啦。环保局对去年增设100台微型监测器，总共查到16件的空气污染违规，处罚超过170万，预计今年将新增800台。希望对维护空气品质的提升有所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随着高龄社会来临，失智症已经是政府推动老人福利真重要一环。地区议员创全特别结合台南市司法协会、甲台南大学中文系，推出第1场司法疗愈活动，希望透过司法来预防、来减轻失智症发生。根据统计，全球每3秒就新增1名失智症患者。面对真歹透过药物治疗的失智症，现在有真侪学者专家、甲临床医师透过非药物的干预来预防失智症。其中写书法嘛是一种袂歹的疗愈课程。对此，议员蔡宏全结合台南市书法学会、甲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的老师，将伫社区举办头1场的书法疗愈课程。当人专心写书法的时候，他可以放松心情，可以提升注意力。那也就是说，它跟运动一样，可以延缓那个老人失智的产生，的恶化。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把它带入社区，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透过书法的一个帮忙跟介入，也能够这个让失智来做一个预防我们要训练的是他的肢体，也就是说你要按多少，你要提多少，你要按多少，你要提多少。其实，在这个线条的粗细控制当中，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写，我们会希望长辈就是这样写，轻轻的放着，然后他书写有一定的顺序，左边写了，再接右边。
这样子一个书写的顺序。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就会每一个字连续重复3次，这个字再连续重复3次。在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提醒长辈放轻松，写漂亮固然很好，但是写字是很愉快的事情。深呼吸，放轻松，然后达到一个最大的疏解的效果。伫个社会局长照中心的支持，结合和平、胜利甲复活社区，将对9月4号开始，连续8礼拜，每一个礼拜3上午，伫个胜利里来举办，并且由简月娟老师现场示范，希望透过书法的介入活动，会用个延缓甚至预防失智症的发生。台南新闻英根采访报道。第一个将人工智慧概念用于半导体生产的知名电子厂商，28号关键4.2亿予新台打算兴建创新中心的大楼，而双方结合优势，都要来栽培新科技的人才，嘛因为该案成为新台创校以来上关键的经验，引起注目。这摆关4.2亿，会当讲是新台创校以来上大金额的单一笔关键案，由旺宏电子董事长专属关键，佮再由杰出校友担任未来这栋成功创新中心大楼的设计。伫温馨留地的典礼上，双方表示，未来将借这个平台突破高等教育，培育创新科技人才模式，并且充分展现人工智慧时代软硬体基础。以后对于一个 society 的了解，不只是科技、人文都需要透过很多的资讯来累积。但这个资讯如何做有效的运算，其实是蛮重要的。而且不同的领域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出来。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呢，能够在学校里面，第一个当然是训练computing 方面的人才 ，AI 的人才。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老师们的合作呢，可以去了解台湾本身我们内部所有的情况，对，有可能是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透过这些资讯的研究以后呢，然后我们一方面能够往前走，或者是改善，这些其实都是对于社会会有很大的贡献的地方。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捐助，其实主轴就是在跨领域的合作。我觉得它是实质的场域上面宣示了从旧有累积知识到不断创新知识。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未来所有无论是社会的转动跟时代的改变，都在所谓跨域的人才的培育跟体验。那这个馆会实质上衍生从议题上面、人才的聚合上面，以及这个所谓策略发展方向的定位上面，给予一个最实质的平台，来让它发生。这项创校以来上特别、经验上大的关键案，校长嘛向大家承诺，新台继续创新，嘛让台湾会当改变世界，成为世界级的中心。台南新闻郭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
有一群高中生学生将大港流域的生态所观察调查的资料画做地图，要献给学校作为参考教材，相当难能可贵。地处主办单位社区大学大港分校表示，透过实地调查，除了让参与学生认识大港环境的水甲问题，嘛希望出现更较侪后一代来关心大港。以大港山海圳列岛甲专门溪排水线为调查对象，即群海淀甲中安国小学生，连暑假参与社区大学大港分校甲海卫中共所举办的日文营，透过分组实地调查观察，各自完成了大港生态地图，相当难能可贵。先个发表会中，学生也一一分享，要将地图献给学校，成为在地教材上好典范。我们还有发现很多特色，就是银合欢跟苦楝，然后就是苦楝一群就很少银合欢，因为银合欢是一种阳性植物，所以它只要有比它高的植物，那个银合欢就存活不了。然后合安侧的海茄冬的数量是最多，然后渔文侧的是银合欢。很多人都觉得大自然就是在深山或者是要海边、溪边才可以算是大自然，才可以看到很多好的植物或者是动物。那其实我们发现，在学校附近一些河体或者是草丛，就可以发现这些很美丽的植物或者是动物。那我们在我们学校附近的河体的1公里，发现了69种植物，然后28种鸟类、16种昆虫跟8种两栖爬虫类，这是让我们很惊艳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微营在绿道上面发现的植物，然后比如说企业文母树，我们就把它做编号就1，然后它的叶形特征就是那个椭圆，然后它就是还有很多的作用。然后果树我们也有分，就是这里就是非果树的，然后另外一边一半是果树，然后我们就是也都是有做编号，然后就是可以发现它的叶缘特征，就是找编号，然后就可以看。嘛，因为记录过程，和学生感受大自然，并不是深山海边，其实伫家己大港的故乡，都有真侪珍贵的食物甲鸟类，所以嘛发起为大自然歇困5分钟的连署。我们也发起了一个连署，为大自然休假5分钟的连署，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1440分钟，可是没有人会愿意花少少的5分钟时间，然后去亲近大自然，走进大自然。然后你说大自然不一定要去到深山或是海边，其实路旁的一棵树或是一排草都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大自然。伫暑假期间，一路陪伴的家长看到学生克服困难的表现，嘛拢相当感佩。调查的过程就是每天早上可能5点就要起床，然后6点开始调查到7点，那中间有过下大雨，然后有过出太阳，然后下午又临时加场说要去调查造好些，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过程会是这么艰难，但是看着孩子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撑过来，然后没有怨言。然后在做报告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非常的努力做报告，我真的是看到他们就是有为了这个家乡的一些东西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做了一些贡献，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就是孩子他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力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对家乡有意义的事情。谢谢。社区大学大港分校表示，这款为在地环境监测、共同守护家园的行动，除了符合108年新课纲的精神，嘛是公民科学真好的展现。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今日一道艺术禁区个将要开始，今年对8月31号为期3个月，要伫拜六时由国内知名的表演艺术团队巡回台南各区进行22场户外大型演出。文化局表示，节目丰富多元，包括传统、现代、戏剧、舞蹈以及马戏团拢有，真适合全家做伙来观赏。2019艺术禁区第1场演出将伫咧8月31号暗时7点半，伫台南市永康区东桥10街登场。表演团体邀请到武林剧场，再来精彩特技扯铃，舞者搭配着音乐以及色彩变化，让观赏者同时享受到视觉甲听觉的艺术响应。
这一次的表演团队都是在剧场演出的表演团队，所以有很多人说，哎，你们到各区去演出的表演艺术团队是不是野台戏呀？我说不是，我们都是比照剧场的规格，把最好的表演团队带到各区去演出，所以常常都非常的精彩。我们礼拜六的演出就是武林剧团，武林剧团，它的海洋庆典是他们的招牌戏，也多次把这个节目拿到国际去做演出。艺术禁区今年活动日期为8月31号到11月30号的周末期间，伫台南市各区进行巡回演出。表演不只局限伫都会区、山区以及沿海地区，嘛同款有艺术团队进驻表演，互偏乡的大小朋友同款有机会会当欣赏到这精彩的演出。主办单位台南市文化局欢迎喜爱艺术的朋友做伙来看表演，感受户外演出的独特吸引力。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只有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8月29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